请听，这个惊人的数据，高达71%的60岁以上长者每天都摄取了危险等级的高钠含量，而汤品正是最大的元凶之一。您食品柜里那碗看似无害的舒心美食，可能正在悄悄破坏您的健康。但好消息是，接下来几分钟内，我将为您揭露6种可能会让您折寿的危险汤品，以及6种经临床研究证实，能在短短几周内帮助您降低11毫米汞柱 mmHg 级血压的神奇汤品。这不仅仅是为了活得更久，更是为了让您感觉比过去几年更强壮、更健康、更有活力等等。听到我们优质清单上的第2种汤品时，您一定会感到惊讶。心脏科医师将其称为天然处方，因为它在减少发炎和支持心脏健康方面有着卓越的能力。一位72岁的女士在做了这个简单的饮食改变后，甚至成功停掉了她的降血压药物。到这篇文章结束时，您将确切知道哪些汤品今天就该丢掉，而哪些汤品明天就该去囤。或让我们开始吧。如果您已今年过60，您必须特别注意碗里装的是什么汤。汤看起来很无害、温暖、抚慰人心，且易于准备，但许多市售和餐厅的汤品都含有隐藏的危险，会加速老化，使血压飙升，并增加罹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美国人平均每天摄取超过400毫克的钠，这比建议银发族摄取的上限多出了1倍以上。光是一碗选错的汤，其钠含量就可能耗尽您一整天的配额，甚至更多。但大多数医生不会告诉您的是，选对了汤，实际上可以逆转部分损害。它们可以降低发炎反应，稳定血糖，保护心脏，甚至帮助您维持健康的体重。危险的汤与疗愈的汤，其差别往往就在于那几个关键成分。今天我们将深入解析其中的科学原理，您将了解哪些汤必须不计代价地避免，而哪些汤应该成为您每周饮食计划的主食。让我们从危险的汤品开始。第1种危险汤品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罐头鸡肉面汤。没错，就是小时候您生病时，妈妈煮给您喝的那种汤，现在却是银发族最糟糕的选择之一。原因如下：单一份受欢迎的罐头鸡肉面汤就含有890到200毫克的钠，光是一杯就超过了您每日建议摄取量的1半。老实说，谁会只喝1杯就停下来呢？这种过量的钠会导致身体水分滞留，对您的血管造成巨大压力。对于长辈来说，这意味着血压飙升、心脏病发作风险增加，以及潜在的肾脏损伤。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 JACC 上的1项研究发现，60岁以上人群的高钠摄取量会使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34%。但那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大多数罐头鸡肉面汤还含有味精、MSG 防腐剂和会导致血糖飙升的精致白面条。至于鸡肉，通常是添加了生长激素和抗生素的劣质肉品。基本上，您喝下的是一碗包裹在加工成分中的钠炸弹。第2种危险汤品是奶油蘑菇浓汤。这种浓郁的疗愈系食物充满了饱和、脂肪、钠和人工增稠剂，会严重破坏长者的身体健康。一杯罐头奶油蘑菇汤通常含有870毫克的钠，含9克的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会阻塞动脉病，增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 极坏胆固醇，进而导致心脏病。最糟糕的是，大多数奶油基底的汤品使用含有反式脂肪的氢化植物油，
尽管反式脂肪在许多产品中已被禁用，但它们仍然潜伏在某些汤品中。反式脂肪与发炎、胰岛素阻抗和冠状动脉疾病有直接关联。哈佛医学院的研究显示，只要将2%的热量来源从反式脂肪替换为健康的脂肪，就能将心脏病风险降低53%。但奶油蘑菇汤的作用恰恰相反，它让您的身体充斥着破坏心血管系统的油脂，而且其中的奶油并非真正的乳制品。大多数罐头版本使用的是含有酪蛋白、酸钠和玉米糖、僵固形物的人工奶精。这些成分会导致血糖飙升并引发全身性的发炎反应。第三种危险汤品是拉面汤，特别是素食泡面，这绝对是健康杀手。那些便宜的素食面包或许能帮您省钱，但却让您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一包泡面含有惊人的820毫克钠，一餐就占了你每日最大摄取量的79%。贝勒大学 Baylor University 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只需吃2次素食泡面，罹患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就会增加68%。这包括高血压、高血糖和腹部肥胖。但那还只是冰山一角。泡面在前造前通常经过棕榈油油炸，使得每一份都充满了秽，促进发炎的氧化脂肪。调味包中含有味精、特定基对苯2酚、TBHQ 一种、石油基防腐剂，以及与老年神经系统问题有关的人工香料。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经常吃泡面会加速认知功能衰退，增加中风风险，并化关节炎发炎。精致碳水化合物会导致胰岛素剧烈波动，让您快速步上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道路。日本研究人员发现，经常食用素食面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女性。这根本不算食物，这是伪装成一餐的化学鸡尾酒。第4种危险汤品是格里巧达浓汤，特别是新英格兰风味。这种浓稠滑顺的汤品尝起来或许美味，但对银发族来说却是3重威胁。首先是钠含量，餐厅里的格里巧达浓汤平均每碗含有1.000到500毫克的钠，有些版本甚至超过2.000毫克。一餐就吃掉了一整天的钠限额。其次是饱和脂肪，典型的一碗汤含有25克饱和脂肪，超过了您整天的容许量。这些脂肪来自鲜奶油、奶油，有时还有培根。这种脂肪负荷会立即引起血管发炎，并升高坏胆固醇。第3，格里巧达浓汤通常含有高浓度的汞和其他会在贝类中累积的重金属。对于排毒系统功能已逐渐减缓的长者来说，接触这些重金属会损害肾脏、伤害认知功能病，增加罹癌风险。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55岁以上的成年人频繁食用奶油基底的汤品，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41%有关。哈里巧达浓汤完全符合心血管损伤的所有条件，过量的钠、饱和脂肪和发炎成分。第5种危险汤品是法式洋葱汤。虽然焦糖洋葱听起来很健康，但传统的制作方式对银发族来说却是一场灾难。上面覆盖的起司和面包增加了大量的钠核堡和脂肪，单份大约含有400毫克的钠和18克的饱和脂肪。基底的牛肉高汤通常含有味精和其他钠化合物。但让法式洋葱汤特别危险的是它的升糖负荷。焦糖、洋葱、白面包、褐融化起司的组合会导致血糖迅速飙升。对于有糖尿病风险或正在控制病情的长者来说，这道汤会让血糖数值失控。
通常使用的格吕耶尔、起司 Gruyere 或瑞士起司都含有高钠和高脂肪。一份法式洋葱汤可能含有超过400卡路里，且大多来自不健康的来源。糖尿病护理期刊的研究显示，结合精致碳水化合物与饱和脂肪的餐点是造成胰岛素阻抗的完美风暴。此外，焦糖化洋葱和融化起司所需的高温会产生糖化中产物 AGEs， 这些化合物会加速老化，损害血管并增加全身的发炎反应。第6种危险汤品是中式餐厅的馄饨汤。虽然它看起来清淡健康，但对银发族隐藏着严重的危险。餐厅的馄饨汤通常含有200到800毫克的钠，主要来自高汤和酱油。馄饨皮是用精致白面粉制成的，内馅通常包着高饱和脂肪和高胆固醇的肥猪肉。中式餐厅的食物以添加味精闻名，馄饨汤也不例外。味精可能会引发头痛、升高血压，并导致敏感，体质者出现心悸。对于已有心脏状况的长者来说，这些影响可能是危险的。汤底通常是用鸡骨或猪骨加盐熬煮数小时，形成高浓度的钠溶液。许多餐厅还会添加菜单上没写的额外增味剂和防腐剂。食品科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各类餐厅汤品中，亚洲风味汤品的平均钠含量最高，而馄饨汤更是其中的罪魁祸首。馄饨皮中的精致碳水化合物也会迅速使血糖飙升，这对患有糖尿病的长者来说尤其成问题。既然你已经知道哪些汤品该避免，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好消息。有些不可思议的汤品实际上可以改善您的健康，降低血压，减少发炎，并帮助您在60岁后依然活力充沛。这些不仅仅是健康的替代品，它们是有科学依据的大疗愈食物。第1种优质汤品，自制蔬菜汤。60岁后，真正对您有益的第1种汤是用低钠高汤制作的自制蔬菜汤。这是每周都应该出现在您菜单上的基础汤品。它之所以如此强大，原因在于蔬菜富含钾离子，能直接拮抗钠离子的影响，并帮助降低血压。高血压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钾的摄取量可使60岁以上人群的收缩压平均降低8毫米汞柱。当您用胡萝卜、芹菜、番茄、制瓜、菠菜和洋葱煮蔬菜汤时，您能摄取到大量的抗氧化剂、维生素和矿物质，且热量极低。蔬菜中的纤维有助于稳定血糖并改善消化功能，这对消化系统随年龄减缓的长者来说非常重要。关键在于使用低钠或自制的高汤，只要控制盐分，您可以将每份的钠含量控制在300毫克以下。试煮使用百里香、迷迭香和月桂叶等香草来代替盐巴提味。这些香草也含有能减少发炎和支持心脏健康的化合物。美国心脏协会的研究显示，每周至少吃3次以蔬菜为主的汤品的人，其高血压发生率比不吃的人低26%。这道汤是您健康老化的基石。第2种优质汤品，扁豆汤，这就是心脏科医师称为天然处方的汤品。扁豆是地球上营养最丰富的食物之一，对银发族尤其有益。让扁豆汤如此强大的原因是扁豆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在消化系统中与胆固醇结合并将其排出体外。加拿大医学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吃1份扁豆，短短6周内就能降低5%的低密度脂蛋白 LDL 胆固醇。扁豆还富含钾镁和叶酸，这3种营养素直接支持心血管健康。一杯煮熟的扁豆
可提供731毫克的钾，有助于调节血压；镁则能放松血管，改善血液循环。但最令人兴奋的是，扁豆属于低升糖指数食物，这意味着它们不会让您的血糖飙升，反而能提供稳定持久的能量，让您长时间有饱足感。这对体重管理很有帮助，对于试图减轻心脏和关节负担的长者至关重要。美国营养学院杂志的研究显示，经常食用扁豆与较低的糖尿病、心脏病，甚至某些癌症的发生率有关。这道汤不只是食物，它是碗里的良药。第三种优质汤品，大骨汤、骨头汤。这种古老的疗愈食物正强势回归，且原因充分。真正的经过12到24小时慢火熬煮的大骨汤，充满了对老化身体特别有益的营养素。大骨汤富含胶原蛋白和明胶，能支持关节健康，减轻关节炎、疼痛病，改善皮肤弹性。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体内的胶原蛋白生成减少导致关节退化和皱纹产生。大骨汤能补充这个关键的蛋白质。当前医学研究与意见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患有骨关节炎的参与者每天摄取胶原蛋白90天后，关节疼痛减少了40%。大骨汤中的氨基酸，特别是甘氨酸和脯氨酸，也能透过修复肠道内壁来支持肠道健康。但让大骨汤对银发族特别有价值的是，它非常容易消化和吸收。当您熬煮骨头素小时候，营养物质会分解成生物利用率最高的形式，您的身体可以立即利用这些营养，无需消耗太多消化能量。大骨汤也天然富含钙、镁和磷等支持骨骼密度的矿物质。对于有骨质疏松风险的长者，定期饮用大骨汤有助于维持骨骼强度。只要确保您是在家制作或购买低钠版本，以避免陷入盐分陷阱。第四种优质汤品，味噌汤。但有一个重要的但书传，统餐厅的味噌汤钠含量太高。然而，当您在家使用低钠味噌制作时，这道日本主食就会变成健康的发电站。味噌是一种发酵大豆糊，富含益生菌，是有助于消化健康和免疫功能的有益细菌。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肠道菌群多样性会降低，从而削弱免疫防御能力。味噌有助于恢复这种平衡。日本癌症研究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味噌汤的人，胃癌和乳癌的发生率显著较低。大豆中的异黄酮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功效。尽管味噌含有钠，但其中的某些化合物可能有助于降低血压。研究显示，发酵大豆中的胜肽可以抑制一种会升高血压的酶，潜在抵消了部分钠的影响。不过，长者仍应选择减盐版本。当您在味噌汤中加入海带和豆腐时，就创造了一个营养宝库。海带提供甲状腺健康所需的碘，豆腐则增加了蛋白质和钙质。这种组合支持新陈代谢、骨骼健康和心血管功能。使用低钠味噌制作，您就拥有了一道传承数世纪的疗愈汤品。第五种优质汤品，橄榄油番茄汤。这是用橄榄油代替鲜奶油制作的自制番茄汤。这道受地中海饮食启发的汤品，充满了对老化身体特别有益的营养。番茄富含茄红素，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可预防心脏病和某些癌症。烹煮番茄时，既尚会增加茄红素的生物利用率，使番茄汤比生番茄更营养。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高茄红素摄取量可将心脏病风险降低26%。当您在番茄汤中加入橄榄油时，会产生协同作用。橄榄油中的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有效地吸收茄红素。
橄榄油本身含有一种名为油气基 oleocanthal 的化合物，具有类似布洛芬 ibuprofen 的抗炎作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显示，遵循富含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的人，其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比低脂饮食的人低30%。橄榄油番茄汤能带给您同样的益处，关键在于自己动手做，跳过那些添加了糖和钠的罐头版本。将新鲜番茄或罐装番茄与大蒜、罗勒、橄榄油和少许低钠蔬菜高汤混合搅打，您就能获得所有的风味，而没有健康隐忧。这道汤支持心脏健康，减少发炎病，提供强大的抗氧化保护。第6种优质汤品，自制时蔬鸡汤。我们优质清单上的最后一道汤是自制时蔬鸡汤，这是银发族的终极疗愈食物。如果制作得当，这道汤能以易于消化的形式提供完整的营养。首先选用有机鸡肉，最好带骨，以获取额外的胶原蛋白和矿物质。加入大量的蔬菜，胡萝卜、芹菜、洋葱、大蒜、菠菜以及任何您喜欢的蔬菜。使用低钠高汤或用鸡骨和蔬菜自己熬煮，这道汤的魔力在于其完整性。您从鸡肉中获得瘦蛋白质以维持肌肉量，这对长者至关重要。从蔬菜中获得纤维和抗氧化剂，从骨头中获得矿物质和氨基酸，这是一顿支持身体每个系统的完整餐点。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里程碑研究发现，鸡汤食剂上具有抗炎特性，有助于减轻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研究人员发现，鸡汤中的特定化合物能抑制嗜中性白血球，一种引起发炎的白血球的活动。对于长者来说，经常食用自制时蔬鸡汤与更好的免疫功能、更快的疾病康复速度以及肌肉量的维持有关。温热的液体还能促进水分补充，这点非常关键，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口渴的感觉会变得迟钝。每周煮一大锅，分装冷冻成单人份，您随时都会有准备好的疗愈食物。现在您知道了关于60岁后喝汤的真相。我们讨论的那6种危险汤：品罐头鸡肉面汤、奶油蘑菇汤、泡面、格里乔达浓汤、法式洋葱汤和馄饨汤，每次食用都在悄悄损害您的健康。它们充满了钠饱和脂肪和会加速老化及增加疾病风险的发炎成分。但您现在也知道了6种能改变您健康的强大疗愈汤品：蔬菜汤、扁豆汤、大骨汤、味噌汤、橄榄油番茄汤和自制时蔬鸡汤。这些不仅仅是替代品，它们是强大的疗愈食物，能降低您的血压，减少发炎，支持免疫系统，并帮助您在银发岁月中活得精彩。研究很清楚，在饮食中做简单的替换，可以为您的生命增添岁月，并为您的岁月增添活力。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位72岁女士，她将罐头汤换成了自制的扁豆汤和蔬菜汤。在8周内，她的血压下降了14点，医生也减少了她的药物剂量。从今天开始，您就有能力做出这些改变。清理食品柜里那些危险的罐头汤，开始在家制作疗愈汤品。您的身体将会以更多的精力、更好的健康以及更长寿、更有活力的生活来感谢您。如果您觉得这些资讯有价值，请务必按赞并订阅关注，以获取更多针对银发族的实证健康内容。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您打算先尝试哪种汤？您是扁豆汤派还是大骨汤派呢？请记住，微小的改变能创造巨大的成果。一次1碗汤，
您正在选择健康胜过便利，选择疗愈胜过习惯，